身心障碍者一般来讲，45岁开始都会退化甲真紧。新路基金会是指出讲，长期照顾因的爸母嘛是老路，所以有真侪困境。伊望讲政府会当来重视，社会大众嘛来斗相共。离新路新德早疗中心读册上生啊，加弟啊、依山佮有肿瘤，是脑性麻痹的患者，分别是重度佮极重度。自从去新路上课了后，明显变了开朗。这阵嘛已经进步到会当讲出完整的话，弟弟嘛对指令变了真有反应。妈妈真感谢有新路的协助，但不免烦恼未来家己甲囡仔老去的迄一天。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一直很担心的。其实到毕业之后，可以去的地方又更少。对，又会少很多很多。像安尼，身心障碍者比一般人提早20年老化，45岁慢慢啊进入老年，佮加上照顾爸母嘛变老，走入相同老化的困境。新路基金会指出，大人心智障碍者当中，住伫机构超过10年的服务对象毋是少数，需要更较侪资源提供更较符合需求的帮忙。身心障碍机构收托的对象越来越重，那加上他们身体的机能会提早老化，照顾的这个需求就会更高。这样。拄啊得到电视金钟奖肯定的演员徐伟宁，会在以基金会爱心大使的身份，号召民众来帮助重度障碍囡仔行出生命的新路。长期投给身心障碍福利服务的新路，当年服务超过6000个障碍者和家庭，受到景气无好冲击，到10月有4000多万的经费不足，需要各界来斗相共。记者林仲平要做台北报道。